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分分奧數。今日咧要同大家講一個非常實用嘅數學概念，就係除數啦。咁喺呢個視頻呢，我哋會用輕鬆嘅方式嚟認識佢啦。咁就係今日所講嘅課題除的概念。咁首先呢，我哋會從大家好熟悉嘅減法出發啦，睇下除法同減法之間呢係有啲咩嘅關係。接住呢，我哋會睇下除法最重要嘅特點就係咩呢？就係平均分配啦。咁希望透過呢一個課題呢，大家可以對除法嘅定義啦，同埋佢嘅概念用法呢，有一個清晰嘅認識啦。學下你就會發現呢，其實佢同我哋嘅生活呢係非常之息息相關嘅。咁其實乘數同埋除數呢，都係源自於加數同埋減數嘅概念嘅。咁我哋之前喺乘的概念嗰一個課題入邊講過啦，其實乘數同加數嘅關係呢係非常之明顯嘅。乘數呢係加數嘅直接延伸落去，咁除數同減數之間呢，咁其實佢哋嘅關係呢都係大同小異嘅。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啦。如果我哋用簡單嘅一句說話嚟概括除數嘅話呢，咁就係連續減去相同嘅數值，即係話除數呢，其實佢嗰個過程就好似減數，佢係連續減咗相同嘅數。例如我哋舉個例子，2減1再減1，咁呢個2連續減咗2次，而每一次呢都係相同嘅數值，都係1，係咪？但係呢，除數嘅核心呢，其實在於呈現翻呢個平均分配嘅結果，即係每一份數量呢都必須係均等嘅。所以呢，平均分配呢就係除數嘅基本特質啦。咁我哋用翻啱啱嘅例子嚟講翻啦，呢一個算式2除1等於2。咁如果我哋喺減法嘅世界嚟講呢，即係將個2減咗1再減1等於0，即係話2減咗1呢個步驟呢係需要連續執行2次呢，結果先會係等於0嘅。但係如果係除數嘅表達方式，就係我將呢個總數2分配成每一份都係等於1，而結果我係分咗2份嘅，即係每一份入邊係1，總共分咗2份。即係簡單嚟講，就係將個2咧分開一半啦，即係分成2份啦。每一份嘅數量就係1。如果用實際嘅例子呢，就即係2個蘋果分成2份，咁每一份係咪有1個蘋果啊？其實就係咁樣嘅意思啦。咁雖然減數同除數呢都有自己相關嘅應用場景啦，但係因為除數呢係可以簡化咗重複減法所帶嚟嘅繁複步驟嘅。例如大家試諗下，100要減咗好多個1，要連續減100次先會等於0，係咪？咁當你寫呢個式出嚟嘅時候，你就要寫100減1減1減1，你要寫夠100次，咁一定係會寫好耐嘅。但係如果用除數呢，直接100除1就等於100啦，即係話將100呢個數目分成咗100份，而每一份呢都係1。咁以上呢就係講緊減數同埋除數嘅關係啦。咁呢個呢都係我哋今日嘅學習重點。咁我哋繼續第2個學習重點咯。咁我哋知道喺減數當中，佢係有3個部分嘅，被減數、減咗減數等於差。例如2減1等於1，2係被減數，1係減數，最後嗰個1呢係結果，即係稱之為差啦。咁其實除數同減數都係有相同嘅結構喎。例如2除1等於2，咁呢個2呢就係被除數啦，中間嘅1呢就係除數，而最後嘅結果2就係商，商呢就係除法嘅結果嚟嘅。咁減數當中嘅被減數同埋除數當中嘅被除數呢，你會發現佢哋係同一樣嘢嚟。例如2減1再減1會等於0，2係一個總數嚟嘅，即係話佢原本係有2個，係咪？咁佢要減咗1個，再減1個先會等於0，所以呢個2呢係一個總數嚟嘅。而除數當中嘅被除數，例如2除1等於2，第一個2呢都係一個總數，因為我哋要將呢個總數2平均分成2份。而
而每一份嘅數量咧都係一樣，亦即係一啦。所以咧被減數同埋被除數咧通常都係同一個數目，亦即係總數。除咗被減數同埋被除數咧，減法入邊嘅減數同埋除法入邊嘅除數咧，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嚟嘅喎。例如我哋啱啱所提及嘅呢一條算式，2減1再減1等於0，咁當中嘅減1同埋減1咧都係減數嚟嘅。之後再睇翻除法呢邊，2除1等於2，係咪？咁當中嘅除1呢個1就係除數啦。咁你會發現佢哋都係同一個數目，都係1嚟嘅。唔同嘅就係減法咧係連續減咗2次嘅1，答案就等於0。而除數咧就係2，我分開2份，而每一份嘅數目咧都係等於1嘅。所以你會發現減法同埋除法入邊，被減數同被除數係同一個數目，減數同埋除數又係同一個數目，咁剩翻答案呢，就係佢哋唔同嘅嘢啦。點解會唔同呢？就因為減數佢求嘅係最後減咗嘅數目剩翻幾多，而除數所求嘅就係喺指定嘅份量之下可以分成幾多份。所以我哋會見到減咗2次嘅1，最後會剩翻0。而除法呢，就係將2分成咗指定嘅份量，即係1啦，係咪？每一份都有1嘅情況下邊呢，就會總共可以分成2份啦。嗱，我哋講咗咁多啦，不如試下用例題嚟解釋，咁樣會更加清晰咁樣知道兩者之間係有啲咩分別。咁睇下呢一條例題，佢就話妹妹有3蚊，佢每日都會用1蚊嚟買小食。3蚊可以用幾多日呢？咁首先我哋試下用減法去完成呢個題目。3蚊佢每一日都會用1蚊，係咪？咁我哋知道1日1蚊，咁3日即係3蚊啦，啱啱好就係3日啦。咁個算式咧就係3減1再減1再減1，咁最後個答案就會等於0啦。咁喺呢個算式當中咧，被減數係3，即係總數係3蚊，而減數咧就係1啦，因為佢每次都係減咗1蚊，總共減咗3次。所以呢個答案就會等於0啦。咁調翻轉，我哋用除法嚟試下完成呢個題目啦。啱啱我哋講咗被減數同埋被除數呢都係同一個數目，亦即係3啦。3係一個總數嚟嘅，而減數係1，係咪？咁我哋都跟翻除數同減數都係同一數目啦。咁就係3除1咯，就係3蚊。如果指定每日使1蚊嘅話，可以使幾多日啊？冇錯啦，係3日嘅，所以個答案呢就係3除1等於3啦。咁大家係咪都明白減法同埋除法之間嘅關係呢？咁其實減法呢係可以幫助我哋更好咁樣去明白除法。咁我哋講完例題呢，大家可以試一試嚟做練習啦，睇下大家係咪真係明白啱啱所講嘅知識。呢一題佢就話喺方格入邊填上適當嘅數字，完成減數同埋除數嘅算式。我哋先嚟睇下第一題。第一題咧就已經幫我哋做咗啦。藍色框咧就係減數，綠色框咧就係除數啦。咁我哋喺減數嘅框框入邊就見到第一行咧有2支蠟燭，係咪？咁佢咧就依次咁樣減咗1支蠟燭，又減咗1支蠟燭。咁隔離嘅數字都有顯示嘅，就係2減咗1再減1等於0。係咪？即係話用晒2支蠟燭啦。咁如果變成除數，應該點樣完成呢個算式呢？咁大家可以見到2條算式入邊，被減數同埋被除數咧係同一個數字，亦即係2。而減數係1，除數都會係1，咁即係2除1。2除1嘅意思即係將2支蠟燭分成每一份都係1呢個數量嘅。咁總共分咗幾多份啊？冇錯啦，因為佢減咗2次蠟燭啊嘛，即係分成咗2份啦，所以答案就係2除1等於2。咁大家試下完成第2題。好，時間到，一齊嚟睇下第2題。第一行呢係有4支鉛筆，咁我哋見到佢第一次係減咗2支，第二次都係減咗2支，亦即係4減2再減2，咁即係
答案係零啦。咁用除法點樣嚟完成呢條算式啊？就好似啱啱所講，被減數係4，被除數都會係4啦，因為第一個數係要填總數嘅，減數係2，係咪？咁除數亦即係2啦。咁4除2嘅意思呢，即係4支鉛筆將佢分成每一份都係2呢個數量。咁即係分成幾多份啊？冇錯啦，係分咗2份啊嘛。因為4支分成咗2份，而每一份呢係2。咁仲剩翻2題，咁大家又用翻少少時間嚟完成佢咯。好，時間到，我哋一齊嚟對下答案啦。第3題，總數係幾多啊？總數亦即係被減數，係總共係3架飛機，所以呢個格仔入邊已經填咗3啦。分咗3次去減，每一次都係減1，亦即係3減1再減1再減1，答案呢就係0啦。咁如果變翻除法嘅話，首先被除數亦即係總數，咁就係填3啦，係咪？隔離嘅減數係1，呢度嘅除數都會係1啦。咁由於3架飛機分成咗每一架都係1嘅數量，咁總共呢就分成咗3份啦，所以就係3除1等於3啦。最後一題，減數亦即係總數呢，係總共有6杯汽水，第一次呢就係減咗2，第二次又係減2，第3次都係減2喎。咁6減2再減2再減2呢，你就會發現減完之後呢就係等於0嘅。咁用除法點樣去完成呢個算式呢？首先填咗被除數，亦即係總數，同隔離一樣都係6啦，係咪？隔離嘅減數係2，因為佢每一次都係減2，所以係除2啦，即係每一份嘅數量係有2。咁好啦，6杯汽水分成咗每一份係有2嘅數量，咁總共分咗幾多份啊？冇錯啦，係3份嘅，所以答案就係6除2等於3啦。咁大家係咪都做啱晒呢？咁我哋呢個視頻呢就到呢度啦。咁下一個視頻呢，我哋就會學習更加多關於除的概念嘅練習。咁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